每一天无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0，诗篇142篇第一节安尼讲：我出声呼叫耶和华，出声恳求耶和华。大家来祈祷，听阮呼叫佮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基业，你是阮的保护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阮躲闪的所在。主啊！我伫你的面前吐出我的苦情，我伫你的面前摆列我的患难，我的心神伫我的内面奋起的时，你知影我的路，因为你是听我呼叫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求你阿耳空听阮的恳求，因为阮落到极悲惨的所在，总是你应允讲，你是阮的避难所。伫外人的地，你要叫阮脱离迄个艰苦甲灾害，因为你是阮坚固石盘，你要互阮领受你的恩典甲宽待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赞，互咱每一天拢会通来到伊的面前，来向伊出声呼叫，来向伊出声恳求，就意味耳空听咱求救的声，互咱会通脱离迄个苦难。互咱会通领受伊的恩典甲同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